無論喺日本讀書或者生活，揾地方租住都算係頭等大事。不過喺日本租屋有自己一套法規同習慣，唔清楚嘅話，好容易喺入住後發生誤會同爭拗。今日用幾分鐘時間，帶你一次過掌握喺日本租屋時你需要留意嘅法例同基本重點。Japan Life Media。首先，我哋講下3條同租屋相關嘅法例。第一條係民法。民法係規管所有合約嘅基礎法例，合約嘅成立條件、解除方法，仲有費用相關嘅安排等等，都受民法規管。由於租約都係合約嘅一款，所以租約嘅條款同內容一樣受民法規管。原則上，租約嘅條款係需要房東同租客喺公平、對等嘅情況下決定。不過，由於事實上房東同租客嘅談判力、經驗同相關知識上有落差，所以單靠民法亦可能會出現對租客唔太公平嘅情況。有見及此，日本政府制定咗其他法例嚟保障租客嘅權益。第2條係借地借家法。借地借家法係專門規管建築物同土地租賃行為嘅法例，目的係為咗保障租客嘅權益。借地借家法對於租賃期間、更新方法、終止租約方法等內容都有明文規定，而且其規定優先於民法，所以租約相關嘅條文基本上以借地借家法為準。借地借家法裏面仲有一條稱為強行規定嘅條文，呢項條文列明如果租約內容同借地借家法相違背嘅話，相關內容亦會被當作無效。舉例來說，就算租約列明房東可以隨時解除租約，由於呢項條款抵觸咗借地借家法，所以呢項條款並唔會有效。第3條係消費者契約法。消費者契約法係用嚟保護消費者嘅法例，同借地借家法一樣，消費者契約法嘅條文亦都係優先於民法。如果房東或中介用誤導或欺瞞嘅方式令你簽約，你可以根據消費者契約法嚟解除租約。另外，對租客唔公平嘅條款亦會因為呢條法例而無效。不過，呢條法例亦有保障房東嘅條文，例如果租客遲交租，房東可以根據法例向租客追討最大14.6%嘅遲延利息。Japan Life Media。講解完喺日本租屋需要知道嘅3條法例後，我哋嚟講下喺日本租屋簽約時你需要特別留意嘅6個注意事項。1、需要支付嘅各項費用。除咗每個月嘅房租同共益費，亦即係大樓管理費外，喺日本租屋你仲需要俾初期費用。常見嘅初期費用包括按金、禮金、鎖匙更換費同清潔費等。各項初期費用都會列明喺租約同重要事項說明書內，簽約前請仔細確認清楚，以免簽約後先嚟後悔。除咗每個月嘅費用同初期費用外，租約亦會清楚寫明退租時有冇需要支付額外費用，同埋按金可唔可以全數退回等等。2、交租期限同交租方法。喺日本租屋，按時繳交房租係你嘅基本義務。一般而言，日本嘅房租都需要提前繳交，例如係9月份嘅房租，你需要喺8月嘅25至28號前繳交。萬一遲交房租嘅話，發現後請馬上同房東聯絡，並盡快補交房租。否則有可能被房東追討遲延利息，長期欠租嘅話，甚至可能被房東以未有履行合約義務為由而提前解除租約。另一方面，交租方法方面則因房東而異，可以係銀行轉賬、信用卡或者係現金支付。當中信用卡付款或銀行自動轉賬最為方便，可以減低唔記得交租嘅風險。3、租約期間同續約方法。日本嘅租約一般為期2年。根據日本法例，只有普通借家契約可以更新，而定期借家契約約滿就需要搬走，唔可以續租。簽約前記得留意租約嘅種類。另外，租約內一般都會列明續租時雙方可按周邊租金、物價或單位狀況而調整租金，亦會列明唔續租嘅話需要幾耐之前通知房東，以及需唔需要支付解約費用。4、退租時嘅原狀回復義務。喺日本租屋，退租時一般都需要將單位回復到入住時嘅狀態。萬一租住期間唔小心整爛或整污糟咗房間內設備嘅話，例如係擅自養寵物或室內吸煙令牆紙變色，或搬屋時刮花地板嘅話，你可能需要負擔部分甚至係全部嘅修繕或清潔費用。另一方面，牆紙因日照褪色等正常使用時都會發生嘅折舊或老化嘅話，
你可能唔需要負擔任何費用。另外，家具、電器等一般都有耐用年數，折舊規則通常會列明喺租約內，簽前要確認清楚。5. 禁止事項。租約內列明嘅禁止事項，亦係你需要留意嘅地方。一般而言，將單位分租或俾他人同住，經營 Airbnb 或短租以盈利，養寵物、室內吸煙、擅自裝修改造房間、演奏樂器或製造擾民噪音，喺走廊、電梯大堂、露台等公共區域擺放私人物品或危險品，未通知房東或管理公司而長期不在家等，都係日本租屋嘅基本禁止事項。如有特殊需要，例如一定要養寵物或要練琴嘅話，請記得要喺簽約前取得房東嘅同意。另外，因為結婚、同居或有小朋友而令單位內嘅居住人數增加嘅話，你亦需要向房東預先報備。6. 水、電、煤氣、上網等相關規定。喺日本租屋一般都唔包水電，所以你需要自行開通水道、電力、都市煤氣服務。有啲房東會事先同供應商簽訂相關合約，入住後你只需簡單登記就可以。上網方面，雖然越來越多單位有提供免費 WiFi， 但如果你想用高速寬頻上網嘅話，一般都需要額外申請。申請時，請留意你棟大廈能夠支援邊間寬頻供應商。其他供應商嘅話，由於需要施工加設設備，所以房東原則上唔會批准。無視房東許可擅自施工嘅話，有可能導致你被解除租約或者需要向房東賠償。Japan Life Media。雖然日本嘅法律整體上偏向保障租客，但作為租客你亦需要遵守規則同履行相關嘅義務。相關規則同義務原則上都會清楚列明喺租賃契約同重要事項說明書內。簽約前請記得仔細查閱清楚，有唔明白嘅條款就即刻問清楚，以免日後發生麻煩同誤會。如果對自己嘅日文冇把握，你可以揾熟悉外國人服務嘅中介幫手，又或者請朋友幫手翻譯，咁可以更加安心。